Hello， 大家好。CME 交易所死機黑天鵝大爆發，金價點解不跌反升呢？係啱啱過去嘅星期五CME 突然死機10個鐘，全球交易凍結啊！咁黃金係咪暴跌呢？唔係喎，結果反而暴漲到去4200美元喎。咁快速帶你睇睇嘅前因後果，同埋點樣避開呢啲黑天鵝事件啦。CME 咧本身就係黃金交易嘅大超市，全名咧就叫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啊。全球黃金期貨大部分都喺嗰度交易㗎啦。你買嘅黃金期貨本質上就係喺 CME 嗰度落單，全球價格同步。喺11月27日夜晚9點美國中部時間，亦即係香港28日嘅中午時間，芝加哥數據中心嘅冷卻系統崩潰啊，伺服器就熱到好似火爐咁啊，平台緊急停機啊，影響到咧所有嘅期貨，包括 S&P 啊、納指啊、國債啊、原油啊同埋黃金、白銀等等。咁點解假期出事會更加慘呢？喺感恩節嘅後半日，交易量本身就偏低㗎啦。咁月底咧仲要滾倉喎，即係將就嚟到期嘅合約轉去下個月，咁結果就全部擊死晒。正常嘅買賣差價都瞬間飆升啊！交易員冇辦法咧進行一個平倉對沖，全球市場都立亂，市場連鎖反應啊！停機10個鐘頭嘅後果咧都好慘啊 ！S&P 同埋美國國債啊、原油咧都停咗更新啦。咁全球市場咧都轉去用啲備用平台喎，流動性直接腰斬啊！價差亦都擴大啊！歐洲市場亦都受到波及，黃金買賣差價由5毫子拉升到上去5蚊美元啊！流動性近乎等於零啊！交易員冇辦法對沖到美元嘅強勢同埋降息嘅預期啊！喺恢復翻之後啊，金價即刻反彈去到4220美元，單日漲幅1.3%啊！咁點解不跌反升呢？2個原因，第一，假期本身交易量都偏低啊，亦都冇一個恐慌性嘅拋售啊；第二，避險需求啊，同埋對於降息嘅預期啊。咁雖然咧短期停機啊，就有一個大量嘅擠壓啦。咁但係咧基本面咧消息數據不變啊，所以咧黃金依然保持牛市啊。所以靠基本面都衝翻上去4200美元啦。咁睇翻過去啊，其實停機咧都唔係第一次發生㗎啦，歷史上都有曾經發生過。喺2019年7月啊 ，CME 軟件咧有筆停咗4個鐘頭啊。咁恢復之後啊，當然啊波動加劇啦。咁但係咧亦都對於長期嘅基本面嚟講冇任何影響啊。咁喺2016年啊，數據中心問題啊都試過凍結市場幾日啊，但係亦都冇影響到基本嘅結構啊。咁每次結局都好相同嘅，短期波動咧就會推高到咧大概有20到50點左右啦。但係咧亦都係快速恢復啊。咁有3招可以幫你避免咧受呢啲黑天鵝影響嘅。第一，保留充足嘅現金啊，去應付翻咧市場嘅所有突發情況。第二啦，就盡量避免喺月底或者假期呢啲時間進行交易嘅，因為交易量偏低，所以價格亦都比較敏感。第三啦，記得設置止盈止損啊，防止喺價格擴大嘅時候啊有一個虧損產生，亦都可以保護翻你嘅賬戶啊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咧，記得 share 埋俾你嘅朋友睇，一齊學習，一齊進步啦！拜拜。